我在拔萃的日子。我講嘅拔萃嘅日子就係1952年到1958年呢一段嘅時期。拔萃咧，我哋介紹下拔萃呢個 Dalston Boys School， 職業咧就係英國聖公會教區嘅男校簡稱，我哋叫佢做 DBS。1869年嘅時候成立一個教區，佢係孤兒院嚟嘅，叫 DBOS， 好似港島嗰邊嘅。直到1918年，然後先演變成為九龍塘成為南拔萃男校書院，就搬咗去九龍亞皆老街130號嘅加多利山上。當年整個加多利山咧都係拔萃嘅，後來咧一部分賣咗俾加多利，咁然後先至到而家嘅校址嘅。東面咧就連接住加多利山嘅高尚住宅區，嘅車路方面咧都有一個出口嘅，然後咧就另外一條小路咧就直引到入去西邊嘅直去亞皆老街嘅。個山嘅西邊咧有一個懸崖，就係港九鐵路嘅車路啦。北面嘅出入口咧就係山下邊咧就係太子道，有石級上落嘅。呢個就係校門，我哋嘅後門。因為交通方便，大部分嘅讀書嘅都喺太子道上落嘅。咁每日要走成100幾級樓梯，就好似少林寺一樣。有時我要走上落4次嘅。如果你翻去中午食飯好，食晏我都練得個個都練得一身好嘅腳力。校長第一位校長就係叫拜士，佢辦好出色，因為佢腳係不良於行嘅跛嘅，所以啲當年咧就叫佢做阿跛書院。1938年嘅時候發生咗盧溝橋事變，咁中日嘅戰爭就序幕啦。日本人侵佔咗東北，釀醒咗我哋中國人嘅皇衛愛祖國嘅心，於是全國都要海外華人紛紛籌款抗日。好似當年嘅藝人軍興都喺三藩石板街度遊行籌款，籌得款咧就買咗飛機大卡車為國嘅。當年我哋嘅拔萃校長沙人，佢亦都不甘後人，組織一個叫擦鞋會，訓練嗰啲學生籌款擦鞋籌款，籌得個款項啦，就係捐俾中國抗日嘅。所以我哋有個口號就係寧為擦鞋仔都唔做亡國奴。沙人雖然係英國人，但係佢當時都同仇敵愾，伸張正義，旗幟學家。1938年選咗一個日籍嘅台灣人做我哋嘅 head prefect， 全體學生抗議。1940年，日軍炸張之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啦。日本南下侵佔咗香港。所有敵對嘅國家機構都被接管咗，拔萃就係因為係英資關係咧，亦都改為當時臨時嘅日本軍醫院。Maryknoll 因為係美資關係咧，改為傷兵療養院。當時新調嚟嘅 Goodband 同埋 BJ 掹都被關入集中營。佢關咗3年0.8個月嘅。咁我哋拔萃咧，即係個體制上咧有咧就 form 咗好多級嘅，就以校長為名嘅。呢個就譬如
Featherstone 啊、Brookbend 啊咁樣個運動嘅 club 嘅。糾察亦都有一個叫糾察嘅 prefect 嘅組織，嚟幫助啲老師維持拔萃嘅維持拔萃嘅秩序嘅。1917年 Featherstone 我哋叫做花和尚做咗校長啦，佢哋將拔萃有3樣貢獻。佢創立咗呢個 house， 我頭先所講嘅社團叫做 house， 就以舊校長名，而且將學校咧分配為好多組嘅，利用高班低班混合嘅，咁去參加呢啲 house， 選出個而且又選出個派一個老師嚟做 house master， 目的咧就訓練各社員參加運動訓練。每年都有一個校運嘅，以呢個 house 為單位，並且鼓勵學生溝通下高低年級嘅關係。咁呢個 prefect 嘅組織咧，好似警察一樣，由高年級學生選出嘅，個頭叫head prefect 就首席長有一人負責學校嘅治安，分擔老師嘅責任，啲老師唔使咁勞氣。亦都有權罰學生抄行嘅。當我哋 speech day 或者結業嘅例咧，每年舉辦嘅時候咧，校長咧就會主持講解校內嘅情況，鼓勵成績好學生。喺年終結業禮嘅時候咧，就獎勵。呢就係有啲我喺拔萃嘅日子嚟咧，學會咗有拔萃呢個品牌同埋呢個精神，好叫得響。唔理你去邊度遇上舊生，我係 DBS， 我就拔萃仔。好多人語話俾我聽。咁我有一次我就遇到一個，我話俾人聽我係拔萃仔，佢話佢都係啊。佢話你喺拔萃打咗幾年工啊？原來佢唔係拔萃仔，佢係一個外國銀行嘅職員。因為拔萃個名氣咁響，連外國銀行都攞咗我哋嘅名，抄襲咗嚟佢代表佢哋銀行機構。本來抄襲就羨慕、恭維、捧台捧，只有啲名牌，然後先會俾人抄襲。冒牌咧就叫 A 貨。但係我好奇怪，拔萃出咁多律師、法官、議員，都從來冇一個人提出話，我哋抗議喎，唔準人抄襲我哋嘅名喎。我哋開辦咗100幾年，點會容許一個外國銀行嚟盜用我哋拔萃 DBS 嘅名咧？另外我哋講下我哋個拔萃嘅個宗旨啊，蝦餃校長嗱。對唔住啊！我呢度解釋下，我哋花名唔係對校長唔尊敬，我哋係我哋嘅傳統，每人都有個花名嘅。蝦餃曾經講過，個辦教育即係有學生吸收啲新知識，消化咗以後，創出新嘅結果出嚟。佢唔係話要攞分，亦都唔係要攞獎。嗱，而且咧，拔萃對學生嘅意見咧，反駁啊、言論啊。佢都唔會加以壓制嘅，鼓勵你哋自由發揮嘅。因為人係經過懷疑、思考，然後先至會創新嘅。如果好似填鴨式咁嘅，好似當時教育提出指引，乜都講教育部要指引，教師咧只係目標就填滿咗當天嘅指引嘅過程，功德圓滿啦。畢業後咧，完完整整有一個填鴨啊！嘅填鴨式教育，我哋拔萃唔同意嘅。其實呢班人咧，填鴨式嘅即係只係埋頭苦幹啫，一成不變，服從指揮。呢啲係殖民地時代嘅產物，只係服從順民，唔靠獨立思想。其實人如果長期耷低頭做人啊，習慣咗耷低頭，好難抬起頭做人嘅。
拔萃嘅精神咧就剛剛相反，要鼓勵我哋創新站起嚟，表達自己。所以好多新嘅創業都係根據呢個概念嚟而成嘅。嗱，我哋有一個改花名嘅傳統，我頭先講過，改花名唔知幾時開始㗎啦。喺拔萃無論何人都會配上個花名嘅，代替佢名字。當你新嚟接觸，佢就會俾你任憑你嘅印象、容貌、舉止、特徵、性格，甚至中文名翻譯，都給你起個花名嚟。一旦傳咗出去咧，就拍板定案，註冊咗啦，人人咧就識得㗎啦。若干年後，你遇咗你個老同學，真名就忘記咗啦，但一提起花名就成個印象提咗出嚟啦。嗱，好似我校長有菲德松啊，花和尚啦，谷病你叫豬哥，谷病咧叫郭斌啦，舒玉琪叫豬哥啦，蝦餃佬就係local啦，Jimmy local啦，仲有一位白頭佬啊。咁老師同埋同學個花名梗係五花八門啦，不能盡錄。每校際運動會勝出嘅時候咧，音樂節就響喺禮堂上，全世大聲會叫豬哥萬歲，蝦哥萬歲。咁校長咧亦都微微笑接受，並無異議。呢個好特別嘅。如果喺其他地方，可能啲校長會拉長個面㗎啦。當年我投考嘅時候咧，喺1958年嘅4月中旬，咁我大佬帶咗去拔萃，因為佢都係拔萃嘅，唔少嚟嘅，有啲學生係由小拔萃轉過嚟嘅，但係我呢批同學咧就係由九龍塘小學轉過嚟嘅，好多學生都係舊學生嘅子弟。當然舊學生嘅校董會裏邊都好有影響力嘅，都會優先考慮。監考我嘅咧係高老北，身高7尺多巨人，佢亦都係我大佬嘅英文教師。佢同我大佬講咗半日之後咧，咁就收咗我啦。其次考慮入拔萃嘅就係寄宿生，因為好多錄取嘅都係寄宿生，因為呢係學校嘅經濟考慮。不過我而家話俾你聽，而家想入拔萃人太多啦。想入寄宿生人都好想考慮，但係未必收啊，因為而家非常之困難，要質素好高先有拔萃嘅。當年我考入嘅就係第8班，即係英國制度嘅，後來變為 Form 5小學。英國制度好奇怪喎，班鬼佬睇榜嘅成日講，譬如你考試咧掹出嚟咧。你誒千祈唔好希望話名列前茅喎，名列前茅就考第尾咁解。最叻嗰個咧就排最收尾嘅，所以我係好出名嘅翻個老炮去睇榜，即係倒行逆施嘅意思。翻學嘅時候我喺石級上，會爬100幾級先抵考完。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太子道嘅餐館食晏嘅，所以上落咧就行來回4次嘅。我哋喺石級中間有一個叫做賣小食零食嘅小販叫攬佬，佢除咗賣乾果之外咧，都賣咗好多好口味嘅